8964發生咩事？8964就係指1989年6月4日，即係六四嗰晚發生嘅天安門事件，又叫89民運、六四天安門事件、六四屠殺等。簡單啲嚟講，1989年4月開始，北京大學生因為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發起悼念，之後演變成大規模和平示威，訴求包括反腐敗、新聞自由、政治改革、民主、言論自由等。示威由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始，後嚟擴散到全國好多城市，參與人數高峰時估計有幾百萬人，包括學生、工人、市民等。但到咗5月20日，政府宣布北京戒嚴。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，軍隊、人民解放軍用真槍實彈、坦克等強行清場，向手無寸鐵嘅示威者同市民開槍，造成大量死傷。官方數字話200幾人死亡，包括士兵，3000幾人受傷。外界估計死傷數字遠高於官方，多數獨立來源話至少幾百到幾千，有啲文件甚至估計上萬。最出名嘅畫面係坦克人，一個人企喺坦克面前擋路，成為全球標誌性影像。之後，中國大陸就全面封鎖相關資訊，變成禁忌話題。網上搜8964、六四天安門事件通常會被屏蔽或者審查。香港以前每年有大規模燭光晚會紀念，但近年都受限。如果你想知道更詳細嘅經過、唔同嘅立場同講法，或者特定部分前因後果人物，可以再講多啲，我再幫你補充。